天帝，青木愿接受天帝的神印，若后池毁约，青木甘愿受神印焚烧，灰飞烟灭。青木，拜见陛下。碧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有人闯入皇陵，打伤夏军，夺走了镇魂塔。到底是何人？父神，是后池打伤了碧玺，夺走了镇魂塔。碧玺，景阳所言可是真的？大殿下，劳求所言人间之事。放心，只要你遵守承诺，母神定会说到做到，可保人间千年无兵灾之祸。陛下，景阳殿下说的没错，正是青池宫后池上神打伤了在下，夺走了镇魂塔。镇魂塔被夺，煞气已冲出地宫，肆虐人间。请陛下为苍生计，及时拿回镇魂塔。胡闹！镇魂塔守护人间，你怎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？天帝，切勿听碧玺一面之词。后池取走镇魂塔，乃青木所指使。青木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莫要胡闹。后池上神，方才还言之凿凿教训本君，真是可笑。后池，本帝不管你是因何原因取走镇魂塔，立刻将镇魂塔速还于碧玺，让镇魂塔重回人间。陛下，后池知道取走镇魂塔铸下大错，此事后果后池愿一人承担。可是现在镇魂塔我还不能归还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后池知道，陛下，煞气并非只有镇魂塔能平，后池愿耗损自己的灵力，加固地宫的煞气封印，用100年净化已泄露人间的煞气。今日后池有私事在身，可否先行离开？等了却了此事，后池愿回天宫，交回镇魂塔，接受惩罚。天帝，青木愿接受天帝的神印，若后池毁约，青木甘愿受神印焚烧，灰飞烟灭。青木，后池，你告诉本帝，你拿了这镇魂塔，不肯交还，到底要用至宝做什么？陛下，后池有一故友因渡劫失败，生命垂危，只有镇魂塔能救他。后池深知此举天地不容，可是后池不能看着自己的故友灰飞烟灭，还请陛下成全。后池，既然你愿意损失修为，净化人间煞气100年，本帝便成全你。待你加固地宫煞气封印后，本帝再降你的私自取塔之罪。谢陛下，陛下，请天帝允许，青木与后池一起平煞气，待危机结束，青木自会回北海思库。